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11月19号。這一期咱們聊一個離奇的故事啊。我們經常說藝術來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但事實往往是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劇本不敢這麼編，電影也不敢這麼演，離奇到這種程度。最近江蘇科技大學首席科學家變身影帝，據稱這位頭頂各種光環和頭銜的一身的光環居然是一名高中生。当然了，据說是高中生高中生在現實生活中扮演首席科学家，電視劇電影都不敢這麼演，再好的演員恐怕也不太好演了，也容易穿幫。我們看看這個到底怎麼回事這是澎湃新聞有篇報道說，近日曾任江蘇科技大學首席科学家的郭某，實際上就叫郭偉涉嫌學歷造假、學術造假、侵占國家科研經費等問題，消息引發關注。澎湃新聞了解到，目前此人已經離開就職單位。此外，記者查詢公開資料發現，其公開簡歷多處與事實不符。11月17日，據現代快報報道，江蘇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郭某因涉嫌學術造假、侵占國家科研經費等問題，被警方帶走調查，變成刑責了報道稱，郭某確實已被警方帶走。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致使就是這個記者致電江蘇科技大學工作人員表示，不清楚郭某是否涉及上述問題，目前他已離職，同時該教授的學生目前都已安排了新的導師，不會影響學業。11月18日，澎湃新聞記者撥打江蘇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電話詢問相關事件，一位工作人員回復稱，郭某已不在學校，隨後電話被掛掉。記者查閱江蘇科技大學的官網，發現郭某的相關內容已從官網上撤下。那這個信息介紹從官網撤下意味着什麼呢？這個大家都懂。據今年5月21日中國網周刊登的一篇新聞稿裡介紹，郭某是江蘇科技大學首席科學家、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大人才工程 A 類創新人才，德國洪堡青年學者，美國金屬材料學會傑出科學家，2025年当選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你看這麼多光環這麼多頭銜，哪一個都能壓死人呢？都令人這個羨慕尤其是2025年当選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這個別的不說你怎麼了還不得花個10幾萬呢？該說不說我懷疑這個郭某露出馬腳，恰恰是這個2025年当選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因為好像這玩意外面是明碼標價嘛。我記得這個前不久的吧，這個有個教授叫饒毅吧，醫學對吧？那是首都医科大學的教授饒毅，他已經說過了，有人給他打電話对吧？好像是10幾萬就能把他对吧買一個這個什麼外籍的工程院院士。我們接着看這個澎湃新聞怎麼報道的1994年，以陕西省高考狀元考入西安交通大學材料專業，師從周惠九院士。哎呀，這麼一說我想起來了，這跟我是同屆那好歹咱們也是对吧？這個按照過去那都算同窗那因为同一年考的嘛。1998年赴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從事納米能源電池研究。1998年我是在對吧這個高爐面前還在那煉鋼煉鐵，他已經開始納米能源電池研究。2000年進入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2006年至2023年任德國國家科學院高級研究員及3一集团歐洲公司總工程師，與什麼格萊特院士合作突破納米金屬複合材料制備技術。2023年回國加入江蘇科技大學。這個是他的履歷，他的還頭銜。那大家也知道既然你能當首席科學家，那你一定在頂級學術期刊上，你得有文章有論文，那玩意兒能造假嗎？學術上，郭某主持國家級項目7項，發表 SCI 論文170餘篇，獲國際專利68項，主編學術專著3部，科研成果包括構建梯度納米結構深度論文模型。
我不得不說啊，雖然我不是搞納米的啊，但是說到梯度，那這30年這個材料這一塊難道沒有什麼進步嗎？因為我畢業論文搞的就是梯度材料，就是坦克的复合裝甲，这不是到現在還在搞梯度材料嗎？是不是意味着我離開這個大學畢業以後，對吧？我離開這個學術界以後，這個材料這一塊就沒有進步，是不是跟這有關係啊？對吧？這個世界材料這個領域啊，失去了一位，對吧？開創性的人物，所以導致這個材料這個領域啊沒有突破。以後簡歷就這麼寫，這個說明了啊，出來混面子是自己給的。他還有什麼成果啊？叫開發超低溫浮育特種合金等，這玩意都是我領域啊。以前研究方向涵蓋納米結構材料、機器學習與材料計算交叉領域，講授位錯理論、晶體塑性強化機制、金屬和合金變相理論等課程，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1等獎，2016年啊，2等獎是2013年。結果這個澎湃新聞查詢公開信息顯示啊，說這份含金量頗高的簡歷中，至少可以查到5處明顯與事實不符。第一，說據中華英才半月刊5月23日報道，1994年郭某以陕西省高考狀元考入西安交通大學材料專業。這玩意高考狀元1年就1個啊，陕西省的嗎？那啊分2個吧，一個文科狀元，一個理科狀元。那這玩意都有名的，你不好模仿啊。澎湃新聞記者在一篇名為《前進中的陕西省西安中學》新聞報道裡發現，1994年陕西省高考理科狀元是西安中學的簇懷香，其考入的是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目前在上海工作。這個我理解了啊，這個郭某啊，陕西省高考狀元中間漏了幾個字，如果再加2個定語啊，那他這個就不算造假，對吧？他可以加一個叫什麼陕西省高考落榜狀元，就是沒考上的裡面他是排第一，哎，這個你就沒法查了，或者是叫你看啊，你只要定語加的夠多啊，你就能排第一状語，这個狀元嘛。你看啊，比如改成陕西省高考除了生物、政治、物理之外，对吧？狀元，那你沒法查了。但是我告訴你，但是考7門科，他把政治，對吧？把生物、把物理去掉，他說他排第一，陕西省高考狀元，那你怎麼查？沒法查啊！只要定語夠多，你就能是世界第一。哎，這個澎湃新聞說啊，第2點明顯的不符的地方啊，他說3一集團歐洲公司總工程師，這個簡歷你沒法編啊。3一集團大家知道吧？是那個，對吧？那建築機械，對吧？起重機啊，什麼亂七八糟的啊，工程領域的非常知名的一個上市公司。你說你是他的歐洲公司總工程師，這人家跟3一集團一核實，不就露餡了嗎？露出馬腳嗎？澎湃新聞通過3一集團一位內部人士查詢得知，結果發現啊，3一集團確實有郭偉這個人，但是啊，此郭偉非彼郭偉，李逵和李鬼，人家這個3一集團的這個郭偉啊，還在那兒3一集團呢，並不在什麼江蘇科技大學當首席科學家，人家這就巧了啊。第3個，發表 SCI 論文170餘篇，提出什麼鑾金界密度與強度非線性關聯理論相關成果，發表在《自然材料》是一份月刊，旨在匯集整個材料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前沿研究，被國際同行稱為郭氏模型。但是記者啊，在《自然材料》這個期刊上面搜索檢索根本沒有，文章倒是找到了27篇，但是沒有一個作者姓郭。第4個，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等獎、2等獎。2016年獲得國家科學進步技術1等獎15人中有一位叫郭偉的，但是這個人呢，在盛瑞傳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江鈴汽車集團公司上班，顯然又不是他沒有分身術啊，說分身到江蘇這個科技大學當首席科學家當博導。2013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2等獎10人中也有一人與郭偉同名，獲獎單位是吳中儀表有限責任公司，來自寧夏。澎湃新聞查到，此郭某目前任吳中儀表有限責任公司技術部部長，常年在該公司工作。按照簡歷，江蘇科技大學的郭某2023年才回國。此外，這2個獎項與其研究的方向沒有任何關係。你是研究納米材料的，对吧？你正在那手搓納米呢，你這怎麼搞變速箱去了呢？哎，他這個技術進步獎1等獎是叫前置前驅8檔自動變速箱，你不那跟你的梯度納米材料有啥關係啊？這個人是個跨學科跨領域的複合型
名人才。科技二等獎呢是高端控制閥關鍵技術，你說跟你那個變速箱有什麼關係呢？對吧？跟你的這個納米材料有啥關係呢？第5個啊，德國紅鋪青年學者。德國紅鋪青年學者的稱呼有誤，相關信息顯示啊，德國紅鋪基金會成立於1860年，是國際上歷史最為悠久並享有盛譽的科學基金會。一旦入選，會獲得德國紅鋪基金會資助與紅鋪學者榮譽稱號。看了這個澎湃新聞的調查啊，這個人可以說叫漏洞百出啊。實際上啊，這個郭偉他到底什麼畢業，到現在還不知道。網上啊，媒體都說他是高中畢業。這個人呢，實際上他就利用了這個郭偉這個名字啊，中國重名恐怕是幾百萬，哎，我幾百萬我不知道啊，幾十萬有吧？郭偉姓郭的，對不對？然後後面加偉，偉大的偉，你說叫這名字的太多了。那這裡面總有一些人在學術上面，对吧？成名成腕的，有一點成就的，哎，他把這些所有的叫郭偉的都給他串起來，給自己，对吧？編造了一個簡歷。哎，你要查，還真能查到郭偉這個人，這個人很厲害。2023年他從國外回國，但是這個也是假的，他不一定在國外啊。然後他編造了他從回國啊，報效祖國啊，作為青年學者，傑出青年，對吧？然後來回饋祖國啊，來江蘇科技大學任首席科學家。網上報道啊，這位郭偉啊，他是怎麼露出馬腳的呢？據說他要這個參選中科院院士，才東窗事發被抓了。這個江蘇科技大學據說啊，2023年通過獵頭公司以高層次人才入職江蘇科技大學，獲聘首席科學家2級教授。博導騙取年薪是140萬元啊，人家年薪140萬啊，安家費300萬元，以及科研經費超過500萬元，涉嫌通過虛假項目套取經費1000萬元。我就想問一問，哪個電視劇、哪個電影敢這麼編、敢這麼演，對吧？你那是演戲啊，人家這是玩真的。就所以我就在想啊，第一個，你這個江蘇科技大学，你招聘首席科学家，引进這個什麼高層次人才的時候，難道不核對他的簡歷嗎？對吧？他說他是啊，這個3一重工歐洲出的什麼總工程師，難道不做背景調查嗎？就是你因為你要花年薪140萬給300萬的安家費，這麼一個高層次的人才，你不去做背景調查嗎？這個背景調查，對吧？一個記者都能查得明白，你作為一個專業的，對吧？大學人事人才引進你不查，所以這裡面啊，恐怕不是造假那麼簡單。因為他是通過獵頭公司啊，這裡面涉嫌腐敗，可以這麼斷定啊。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江蘇科技大學，你那個什麼應用材料什麼學院啊，難道沒有教授嗎？哎，你沒有教研室嗎？對吧？沒有什麼系，你什麼系的？他是主任還是副主任？對吧？還有這個其他的老師，難道不在一起開會嗎？你在一起開會，他一個高中生說什麼梯度納米材料手搓，那他們看不出來嗎？這就是問題啊！就是我高度懷疑啊，這個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是個草台班子，江蘇科技大學也是個草台班子，對吧？你只要有一個真材實料的人，有一個真懂的人，你跟他在一起開會，那發现不了这個貓膩嘛，端倪，对吧？發現不了這些蛛絲馬跡嗎？一看這哥們兒他懂納米材料嗎？對吧？這玩意兒現背也來不及啊！大家知道吧？這個諾言呢，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吧？他的遺憾就是什麼呢？有記者問他啊，他說你這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好像你也不怎麼這個，就是不宣傳啊，就不是特別開心那種，這個意思啊。那莫言就說了啊，他說我得到的是文學獎，又不是自然科學獎，是物理獎、化學獎。但是那個獎那就是才是貨真價實。文學獎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他說你得諾貝爾文學獎，絕大部分人是不服的，但是你得物理獎、什麼自然科學獎或者化學獎這種啊，那人家都得服，因為你有成果。說這個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你要在你編造你文科的這個經歷，你說蒙混過關還可以，對吧？你是這個觀點，我就是那個觀點，怎麼了？但是你說這玩意兒理科的，对吧？你是物理這納米材料這玩意兒你怎麼編呢？不懂就是不懂啊。那就像那個數學天才少女江平一樣，对吧？人一看就知道你那写的公式都不对，对不對？你那黑板上寫的那什麼玩意兒？這專行家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你在理科這塊造假，按理來說啊，一眼假，就一眼就能被人認出來。那為什麼江蘇科技大學這個材料科學与工程學院
怎麼就沒人發現呢？人家去了也幹了2年了吧？2023年去的，2年都沒發現嗎？你說這哥們兒原来不懂啊！我靠，這首席科学家不懂，我只能懷疑啊，真的是江蘇科技大學，他就是個草台班子。这是什麼學校啊？這是第2個、第3個啊，他帶博士生呢，不是他帶學生呢？他那學生那都是你這郭偉是冒牌的，對不對？是高中畢業，那他的博士生那是正經考上來的，對吧？你博士生你天天跟導師在一塊，還開題報告，對不對？還有這一大堆的，哎，你老師不懂，你不知道嗎？這個。我懷疑這個他帶的那些學生到底是什麼水平啊？對吧？都說理科造假難，造假難。我看這理科造假也很容易啊，對吧？博士也被忽悠了，博士被一個高中生忽悠了，是不是說明這個材料專業水分太大呀？对吧？這是自從我離開這個材料這個行業，材料行業沒發展嘛，對吧？這個造假泛濫嘛，對吧？博士不知道老師是高中畢業，對吧？這個同事不知道自己身邊的這個首席科學家是個冒牌貨，那只能說明這行業沒前途啊，对吧？都是大家都在造假嘛，都是手搓納米材料，成果一大堆，对不对？都是騙國家經費。這個郭某啊，郭偉實際上就是皇帝的新裝，對吧？把這個咱們的科研這個遮羞布啊給撕下來了。我記得前一陣子咱們介紹過，对吧？這個大學裡面騙經費，對吧？各種 KPI，逼着這些老師自己想辦法在外面找項目，對吧？自己貸款往學校打，然後再通過以科研經費領出來，這個來完成這個什麼科研經費的科研的這個項目的這個 KPI， 不就是造假，公然造假？正因為大學你自己在造假，那老師造假太正常了，哎，不就这個氣氛嗎？你大家都騙，為什麼我不能騙呢？既然你這麼騙，那我為什麼，對吧？從根上騙起呢？直接包裝一個身份。這個學術造假啊，其實不是個別現象啊，是可以說是個普遍現象。這裡面有一個這個對造假來說啊，一個便捷的地方，就是中國人的名字啊翻譯成英文，本來中國人同名就多，郭偉，但是如果你要翻譯成英文的話，那同名的就更多，就成倍增長。因為咱們的這個，对吧？漢語拼音還有這個聲調的嘛，你把它翻譯成英文，它就沒有聲調了，聲調都一樣，那就相當於全一樣的。郭偉和郭威不就是一個人，還郭魏變成一個人嗎？那你說這樣的話，你要查名字的話，那不知道有多少。哎，造假的人就利用這個，反正對吧？李逵、李鬼你也搞不清。還有個這個郭威這個人啊，他真的他這個心理素質超過所有的演員，对吧？他應該獲得一個奧斯卡獎，也就是說咱們都欠他一個奧斯卡獎。小金人啊，你想想啊，演員知道自己是演合法的，不犯法，对吧？我的任務就是演。你說這個郭威他每天他怎麼面對呢？他一點都不害怕，对吧？他心理素質好，对吧？你面对這麼多教授，你也不懂。這個學術會議不開嗎？對吧？這哥們每天是怎麼給自己做心理建設的？你很多人對吧？一撒謊，一說假話，那臉就紅，就汗珠子就掉下來了。別人再問他一句，他馬上就慌了，對吧？語無倫次啊！你看這個郭偉他是怎麼過的？每天啊，出門第一件事是不是對着鏡子啊，給自己自我催眠，說哥們兒你最棒，對吧？你要記住你是誰，你不是這個高考落榜的郭偉，你現在是首席科學家郭偉。這個把無中生有啊玩到了極致啊，對吧？你一個高考沒考上的。要扮演一個高考狀元，還要加海歸，而且還得是博士，然後頂着大學首席科學家的頭銜。關鍵是每天煞有介事的給自己的博士生上課啊，要看他們的這個，對吧？論文，對不對？要改吧。這個心理素質啊，跟奧斯卡影帝啊，只會超過他啊。奧斯卡影帝也得，對吧？這個甘拜下風。關鍵他還講什麼錯位理論，還是他的這個專有的這個模型呢？那玩意兒，難道別的博士，對吧？或者是教授不質疑嗎？就是他怎麼能把這東西講得那麼圓滑？你想那裡面很多模型，對吧？很多這個物理的這個公式，對吧？很多理論，那玩意兒你得有這些支撐吶。我想啊，他一个高中生把这背下來也不容易，對吧？要了然於心啊，要內化，最後變成自己的語言把它說出來。這個其實這個很考驗人的能力啊。就那些詞，對吧？那些專業名詞，一般人根本懂不了啊。所以說來說去又要說的這個江蘇科技大學，你在人才引進的時候，對吧？你說全球頂尖人才就那麼多啊，你說你要招一個本科生，那是挺多的。沒法核實了，你招一個這個博士也是滿大街都是，不好核實了。你這個這麼頂尖的科學家，頂尖的材料技術人才，全球都不多啊。憑空冒出來一個幽靈科學家，難道你審核還不把關呢？對吧？這個核實也很好核實啊。所以說，到底這個郭偉的演技太高超，還是說他身邊的這些人本身就是草台班子？某些學校啊，急於引進這樣所謂的頂尖科學家，也是為了便於，對吧？向國家某些部委去騙學術經費，好去給這個學校臉上增光，這個學校就評比，對吧？能增加什麼博士點，能把這學校變成什麼211、985。說來說去啊，郭偉這個人呢，機關算盡。
絕對是聰明反被聰明誤，畫蛇添足，搞了一個俄羅斯科學院的院士，這下露了马腳，因为他不知道在这个对吧院士头衔打假領域，這個俄羅斯的科學院院士不是重災區嗎？你說你編哪個不好，你非編個這個，這引起了別人注意啊。這網上正在熱炒這個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哎，他給自己編了一個這個，所以這叫聰明反被聰明誤啊，百密一疏是吧？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實際上這個事情啊，我在想啊，它不就是蟑螂理論嗎？一個江蘇科技大學出來一個郭偉。那你說全國有多少個郭偉？全國有多少個江蘇科技大學貨真價實的博士找不到工作，對吧？這一騙子如魚得水，那你說這不就是劣幣逐良幣嗎？對吧？真正搞學問的你混不出來，你飯都吃不飽，對吧？真正搞學問的你面對的是叫什麼？飛升即走，對吧？你論文達不到多少你就滾蛋。真正搞學問的恐怕你也很難升，對吧？你也很難不通過關係就能搞到這個什麼項目，就能有經費。恰恰是這些騙子，你看看毫不吹灰之力啊。所以你看咱們所謂的這個科技、技術、學術經得起查嗎？經得起較真嗎？對吧？這個咱們國家這個論文發表數量是全球第一啊，遠超美西方，把他們全加起來都比不上咱們。咱們論文發表的數量跟咱們的人民幣發行的這個差不多的啊，美西方貨幣加起來都抵不上咱們啊。咱們的貨幣發行是美國的2倍，美西方加一起咱們還要多，就像論文一樣。當然也正像人民幣一樣，你的論文不是硬通貨啊，發再多都沒用，沒人引用，論文灌水。所以你再跳出這個學術圈啊，科研圈，你再看看造假無處不在，騙子無孔不入。當然了，郭偉這個人也是叫路徑依賴是吧？膽大包天吶，這個他已經混到什麼江蘇科技大學首席科學家了，你接着混下去不就完了嗎？什麼人是個盡頭啊？還要當院士，對吧？你這院士要是真要給你選上了，那後面他還要幹啥？沒有止境，對吧？哎，如果他要見好就收，是不是？他就止步在這個江蘇科技大學首席科學家這兒，說不定他到現在還沒有敗露呢，對吧？技術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呼風喚雨啊，各行各業都在造假，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對吧？造假的源頭在哪裡？很多人啊，造假包裝簡歷，那只是為自己搞個敲門磚，因為這個世界它變了。但是這個造假開始騙錢，對吧？而且關鍵他誤人子弟啊，他還教別的學生啊。當然了，這個江蘇科技大學這個郭偉具體的什麼情況，我們也還看這個警方到時候的通報，因為目前都是網上傳言的啊，他是高中畢業。實際上真正啊高明的騙子不在乎他什麼畢業，對吧？什麼學歷，高中也可以啊，初中也行。那個緬北電詐這個幕後的操盤手陳志，不就是初中畢業嗎？甚至啊學歷越低，他的騙術越高明，他的演技越好。我們靜等啊這個官方通報，看看這個世界離奇到什麼程度。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